首先各位朋友仔咧，一定要明白喺內地啲房產係靠乜嘢保值啊？個邏輯思維大家一定要清晰嚇。首先最簡單嘅就係學區房，學區房周邊嘅樓咧就肯定係最保值嘅，配套係最好嘅，甚至你以後唔想住啊，你想賣翻出去都可以保證第一時間你呢層樓係賣得出去嘅。阿 Sam 跟住落嚟同大家講嘅呢10間學校咧，全部都係內地朋友諗盡辦法都想去入嘅學校啊！你就圍繞呢10個學校周邊去買樓就肯定冇錯嘅啊！你唔需要做功課，你就按照 Sam 嘅呢個方式啊。第一個石岐嘅中心小學，第二個實驗小學，第三個楊日仙小學，第四個東區嘅朗晴小學，第五個坦洲嘅林東小學啊，第六個小欖嘅中心小學，第七個開發區第一小學，第七個鐵城小學西區嘅，第八個沙溪嘅龍瑞小學，第九個西區嘅中心小學啊，第10個三鄉嘅江口小學啊。最後咧喺呢度提醒翻各位朋友啊，如果你係以半投資加自住嘅方式咧，你圍繞學校附近去買咧，就肯定係冇錯嘅啊，10拿9穩啊，穩穩陣陣。咁其次咧，大家就要圍繞啲大型嘅商超啊，附近10分鐘左右可以到達嘅樓盤就 OK 嘅，基本上冇乜問題㗎嚇。最後喺度祝各位朋友仔一切順利啊！唔好唔記得幫阿 Sam 點翻個讚，點翻個訂閱啦，唔係下次就揾唔到阿 Sam 嘅視頻㗎啦。如果你喺中山珠海想買房或者係遇到啲生活上唔明嘅嘢啊，隨時都可以諮詢翻阿 Sam 啊！我會喺評論區下邊咧擺翻阿 Sam 嘅聯絡方式啊，咁我哋下期再見，拜拜。